近日 G7 外長會議喺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區湖濱鎮舉行期間，當地民眾舉辦遊行集會行動，呼籲加拿大政府爭取黎智英獲釋，並收集聯署公開信俾加拿大外長阿南德。相信唔少人都對湖濱鎮民眾嘅行為感到奇怪，呢個加拿大小鎮嘅居民點解會同黎智英呢個亂港罪人有關聯？而根據加拿大傳媒加拿大廣播公司嘅報導，當地居民因為黎智英家族喺當地經營酒店餐飲業務，對當地社區發展有貢獻，所以舉辦遊行同集會進行呼籲。暫且唔論黎智英家族是否喺當地有所謂嘅貢獻，就算黎智英對當地嘅投資促進咗經濟，咁亦不能因此洗脫佢喺香港嘅犯罪事實。若按照媒體報導嘅呢套邏輯，因為有貢獻所以能爭取獲釋，而不論犯人所犯罪行及受害者感受，咁豈不是踐踏法治，是法治於兒戲，為往後一啲別有用心嘅富人及政棍犯罪開綠燈嗎？須知黎智英喺香港犯下嘅國安罪行，依理依法都絕不容獲釋。無論喺法治、政治及國家層面上，黎智英嘅案件都同加拿大無關，同G7無關。加拿大民眾根本無需為咗一個亂港罪人破壞自己國家嘅形象，搞到一個干預他國司法嘅臭名。其實如果仔細留意示威現場相片，就能夠發現加拿大民眾嘅今次流離示威背後，有反中亂港流離勢力煽動作怪。喺遊行人士手持嘅標板上，可以睇到反華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嘅名號同標誌，再加上一啲亂港網媒嘅炒作，以及黎智英親屬亦喺現場，更加可以確定呢個所謂加拿大小鎮居民嘅遊行集會，又係海外流離勢力嘅政治陰謀，妄圖通過打海外民眾牌，對喺加拿大開會嘅G7外長施壓，為咗喺黎智英判刑前再食多一次人血饅頭。由此亦不難睇出，流離勢力為咗政治利益不擇手段，甚至連普通民眾都攞嚟利用，結果到最後流離勢力將政治利益盡數吸乾，反而留低獨自承受干預他國司法罵名嘅湖濱鎮居民。屆時黎智英呢個亂港罪人帶俾當地居民嘅就唔係所謂嘅貢獻，而係禍害啦。